各位來賓，大家好。大家好。皆様こんにちは。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Bonjour à tous。歡迎嚟到 HKT Enterprise Solutions Tech Week 2025。我係今年 Tech Week 嘅 AI 大使 Evelyn， 好高興初次同大家見面。HKT Enterprise Solutions Tech Week 2025係一個為期5日嘅科技週活動，為大家介紹最新嘅 AI 商業應用。平時大家問 AI 就多啦，不如我又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啦。知唔知 Google 目前有幾多程式碼係由 AI 去寫？好啦，都係等我開估啦。有報告指出 ，Google 超過25%程式碼係由 AI 生成，慳咗接近1000位 developer 嘅工作量。今年我哋 Tech Week 主題係 AI plus your business, automate, elevate, differentiate。當中 AI plus 已經唔再係一個名詞，而係轉化成一個動詞，寓意 AI 以實質行動幫助企業提升效率，由 automate 自動化業務 elevate 提升生產力，以至到 differentiate to win 全方位推動企業升級。喺一連5日嘅 Tech Week， 我哋為各位準備咗一系列有趣嘅專題演講，同時亦設有唔同攤位向大家展示最新嘅 AI 方案，一齊探討 AI 人工智能點樣實際應用到各行各業。今日我哋亦都好榮幸邀請到多位創科及業界精英領袖蒞臨，為我哋進行專題演講及分享。事不宜遲，HKT Enterprise Solutions Tech Week 2025而家正式開始。